咱平常时所食的菜脯、笋干，也是咸菜，若准处理无好势，生细菌的，就会造成食安问题。农粮署甲嘉义大学食品科学系是来合作，用特殊的加工技术去生菜，只要一般温度，也是讲冷藏，就会当好好保存。希望透过这款的技术，互生的菜会当更较安全。 菜脯、笋干或者是挂菜，来自全台9间专门生菜的食品加工厂，配合农业部、农粮署甲嘉义大学，做伙发表无加添防腐剂减样品，生产过程也符合食品安全的产品。我用后壁的加热灭菌的方法，这一档去把以往大家认为这个防腐剂使用的问题都来排除掉。所以生照咱的传统方法来生，但是咱的盐度会当降低。后壁咱经过加工的技术，或者物件会当做常温保存。鱼汤真好啉，伊的味足甘，而且呢，对老人来讲足补。农粮署表示，这届找厂商拢有符合食品安全的认证，或者是产销履历的产品，希望透过产官学资源的整合，增加加工厂对食品安全的认识，嘛，互生的物件食品安全受到重视。伊就讲你要用巴氏德灭菌，咱虽然无下防腐剂，无添加物，但是咱就是用安尼 pH 值去控制伊的物件，这就是伊教我的知识啊。这的食品伊拢经过商业的杀菌。 内底嘛拢无黑白蓝，无防腐剂嘛，无漂白剂，所以讲会当互人安尼安心食3顿都拢无问题。中台病院的营养师就指出，较早用盐、糖或者是酸、发酵来饲的物件，口味相同，对身体嘛较有负担。即马生产生的物件，口味成分拢爱按照食品安全的法令，这嘛互愈来愈重视健康的民众有新的选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